这个规模7.2的电动哦，是咱台湾伫921大电动了后规模上大的电动，上大的进度是伫花莲县哦，也毋过全台湾嘛拢摇甲真厉害。这是菲律宾的海板地往北摄入去欧亚大陆板地下底造成的电动，气象署嘛则表示讲，未来3天内底哦，有可能会阁发生规模6.5到7的电动尾。也毋过，即届哦，包括双北市顶内的县市，拢无受到电动国家级的警报。电动中心是表示讲哦，一切模式针对即类县市的进度预估有一点走前去，无到4级，所以无发布国家级的电动警报，未来会来改善。电动中心哦，今仔早起嘛有发布海中警报，伫11点已经先解除了。屏顶县的话，一直由来喊起，多连大台影印机都煞废，民众想起地动，也阁有心惊惊。初三早起7:58，这个地动规模达到7.2，上大地动进度6级，落地花莲、宜兰县、宜兰市5级，为北甲南全台拢有感觉的有。9.1它是发生在陆地上，南投集集那个位置，它的规模是7.3。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规模7.2，这个地震是9.1地震发生2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震。地动预报中心指出，这地动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地为北引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地动为浅到深拢有。这是台湾为9.1了后规模上大的地动。根据地动中心统计，台湾规模6到7的地动，一年差不多会有2个到4个。按过规模7以上的地动，因为真少发生无统计数字，所以地动发生，地动中心也发布海中警报。按过海中坡有过未超过1公尺，只是这地动造成全台真济所在传出灾情，也有6县市，包含双北、基隆、桃园、高雄、甲屏东，拢无受到地动国家级的警报信息。我们是用极短的时间，也就是说地震波前面1秒的时间去预估这个地震的规模，还有它的相对震度，所以在预估值上面前面是低估了，就是第一报是6.2，用6.2去算后面的震度是相对小。地动中心表示，花莲这地动是地动好发的所在，未来3天内地动能量也阁会陆续释放，无排除会阁有规模6.5到7的地动尾。蔡总统表示，会请各军提供支援，将灾害降到上低。按过任何地动有关的消息，拢爱细致查证，确保是正确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